雲嘅，跟住跑第2名係彩虹七色。幸運多彩，第2位啦，外邊係綠野飛馳啊，內欄第3啊同心同樂啊，花果後往外邊走上去喎，內欄第5有長龍區，中間第6就魔界啊，出邊係超風速啊，後啲噶嘛，中檔橙帽咧，黑色鼻箍前衛火影，外邊標誌星河啊，等入邊呢仲有呢隻金晉星同埋人人有餘啊，大外檔係博愛先鋒同埋呢隻咧就戀愛狂啊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咧都仲係呢隻做好自己啊，中間位置攞好平衡啦，就係綠野飛馳追佢，再見到後多層啊嘛，有同心同樂啊，出邊標誌星河爆緊上嚟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博愛先鋒長龍區，最後100零米綠野飛馳透出咗，外邊標誌星河喳喳聲上緊嚟，最後50米外邊標誌星河去勢都相當勁，終點前將綠野飛馳趕過咗，跑第3名嘅馬埋邊穿上嚟，人人有餘，第4名同心同樂啊，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標誌星河力追埋邊嗰隻綠野飛馳。頭2名都掟甩晒㗎啦，第3人人有餘，第4名係同心同樂啊。潘頓咁啊，呢隻9號嘅標誌星河啊，臨尾就得翻6倍啫，咁啊力壓隻大熱門綠野飛馳啊勝出啦。咁啊第3名呢就係5號啊莫雷拉，即係人人有餘啊。第4名呢好近喎，3號就同心同樂。橙衫已經咬住第4啊，第5位外邊白色帽開心寶寶埋邊但求開心啊，後邊4隻外邊數入嚟啦，神虎龍區進跑得啊，尾二係進步騰飛啊，暫時殿後黑衫要攞出去外邊啊，係勁進輝煌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健康愉快佔先少少嘅太陽勇士外邊逼近啲㗎啦，咁啊見到攞咗出去3位啦，笑傲江湖響中檔埋邊黑衫呢就冇林密碼，中檔追㗎嘛，有開心寶寶啦，馬林中間但求開心啦，出邊上咗少少係勁進輝煌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埋邊位置太陽勇士喎，中間追上嚟有笑傲江湖啊，外邊係開心寶寶，出邊但求開心亦都展開衝刺埋邊進步騰飛，最後100零米笑傲江湖透出，但求開心越逼越近，200碼相當接近第1名。埋邊位置，笑傲江湖。咁啊6號嘅笑傲江湖啊，韋紀力咁啊異地重逢騎呢匹馬27蚊，啱啱都噏到落去啦。第2名呢，臨尾落好多飛啊，10號嘅但求開心啊，班德麗跑第2，第3名8號馬太陽勇士啊，艾少禮第4名。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嘉應高升應聲彈出啦，隔離拍住佢仲有幸運有你啊，中間賢者無敵搶啦，出邊維港智能最出仲有隻魔術控制啊，內欄呢就永進劍豪啊，馬林中間粉紅袖呢仲有隻美麗第1啊，外邊合火奔馳啦，尾5位置就係呢隻李健夢境啊，尾4係金鑽貴人啊，後邊3匹馬野田冰封啦，賢德之君啦，暫時殿後係驕陽名區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啦，前面魔術控制就貼欄放嘅，第2位有維港智能啊，內欄第3隻賢者無敵啊，第4位合火奔馳啊，第5位呢埋邊呢仲有榮進劍豪啦，響出邊呢仲有呢隻就嘉應高升啊，後多層啊嘛，美麗第1啦，馬林中間呢仲有李健夢境啦，再後邊噶嘛，黃衫隻金鑽貴人掟出去大外檔嗰邊呢就係幸運有你啊，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嘛，魔術控制啊，中間維港智能追緊佢，外邊嘉應高升一比落去就有啦，再見到外邊追嘅嘛，仲有李健夢境後邊噶嘛，仲有驕陽名區啊，再後多層係金鑽貴人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以一個非常無敵嘅姿態收姜贏出呢場主席短途獎啊！強啊！拍住佢外邊有正氣清區，暫時殿後係3強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龍之輝一馬當先啊，跟住第2位就標誌極光啊，泰盛區第3天星第4埋邊第5非凡達第6外邊真心傳奇馬林中間黃衫粉紅帽呢仲有順城之星啊，再見到馬林中間揾米大白鼻梁嗰隻係增強啊，外邊追呢仲有耀寶嗰啲馬，最後300米到啦，龍之輝仲有1個馬位優勢啊，外邊真心傳奇就越逼越緊啊，中檔位置有呢隻非凡達埋邊啊標誌極光，後多層先有增強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埋邊龍之輝，但係真心傳奇外邊已經湧咗上嚟啊，咁啊接近終點，真心傳奇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龍之輝，非凡達第3名非凡達，第4名外邊追上嚟係天星。哇！啲粉紅色賽衣跑贏晒藍色賽衣啊，4號嘅真心傳奇啊潘頓咁啊再贏多場啦，第2名就
好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外邊位置紅運帝王啊，遨遊氣泡已經喺較前嘅位置㗎啦，放咗出嚟添啊。咁啊中間呢，有呢隻御皇贊助走咗上去啦，外邊灰馬係嗰隻地神力啊，內欄紅衫呢，咁啊有呢隻竹苑啦，馬林中間白衫黑帽就係樂觀派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內欄永遠美麗啦，外邊呢，仲有呢隻明合啦，尾五位置係悅進歡欣啊，暫時後邊嗰4匹馬陽光勇士、閃星輝煌啊，美麗同享響尾二啊，暫時殿後係標誌銀河嚟㗎。好啦，接近1000米嘅段處啦，前面放出嚟跑喎，係呢隻紅運帝王嚟㗎。外邊遨遊氣泡已經咬住第2啊，埋邊第3紅衫係竹園啊，第4位出邊係地神力，中間第5藍衫御皇贊助，內欄第6永遠美麗，中間第7呢仲有樂觀派，外邊呢就係明合啊。後邊嗰5匹馬啦，陽光勇士啦，尾4位置係悅進歡欣啦，後邊嗰3匹啊，美麗同享、閃星輝煌啊，慢慢攞咗出去啦，就係呢隻標誌銀河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紅運帝王仲係佔先少少嘅，遨遊氣泡3幾嘅字步咬咗上嚟啦，埋邊位置竹園啊，再見到攝入邊追，有永遠美麗啊，中檔位置地神力啦，樂觀派沿住個中檔穩威，大外檔追上嚟，有標誌銀河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遨遊氣泡啊，埋邊紅運帝王仲有喎，中間係竹園啊，出邊追上嚟仲有悅進歡欣，大外檔係標誌銀河，最後100零米紅運帝王壓住咗遨遊氣泡，最後50米遨遊氣泡又上翻嚟，噏上噏落，埋邊紅運帝王，出邊遨遊氣泡，第3名陽光勇士，第4名係竹園。冠軍1哩賽結果影相嘅，咁啊10號嘅紅運帝王布文呢，睇係咪噏到落去啦？咁啊，如果係準備，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今日慢咗嗰隻咧白衫係球星嚟㗎，前面應聲彈出咧就係呢隻贏家。咁啊見到外邊呢走咗上去喎，就係嗰隻百河飛區嚟嘅喎。咁啊再見到啦，大約第3位有智取神區啊，內欄紅衫第4位呢就奇力區啦，外邊係劍琴高奏嘅，中檔第6位有安請啦，再後邊黑衫大約尾5度啦，有歌里巨人啊，後邊4匹馬球星啦、直線力山啦，尾位置係自由島啊，暫時殿後係先見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呢個1004米段處啦，前面咁啊好順利放咗出嚟跑呢，就係呢隻贏家，跟住響第2位啦，就係百河飛區嚟㗎。咁啊第3位有智取神區啦，劍琴高就跟住個第4啊，第5位紅衫內欄位置就奇力區啊，第6位嘅馬有安請啦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分別有歌里巨人，尾4位置係球星啊，外邊自由島黑衫呢進佔尾3路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直線力山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先見嚟㗎。好啦，接近1000米嘅段處啊，大家位置變動上面都冇乜喐過㗎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贏家，擠離咗大約有個半2個馬位到啦，跟住第2位就百河飛區啦，第3位嘅馬埋邊係智取神區啊，外邊劍琴高奏呢亦都上咗去啊，再見到內欄第5就奇力區啦，咁啊中間位置就安請啊，響外邊係自由島啊，後邊4匹馬歌里巨人球星，尾子位置橙帽呢有直線力山，響外邊黃衫嗰隻呢應該兜大外檔啦，係先見嚟嘅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呢透出嘅馬都仲係呢隻贏家，百河飛區越逼越近啊，劍琴高奏亦都外邊冚㗎啦，沿欄追有紅衫嘅奇力區，最出嗰邊就係先見追緊上嚟，馬林中間仲有安請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劍琴高奏已經係脫穎而出啦，後邊有百河飛區沿欄追上嚟㗎嘛，仲有奇力區大外檔追上嚟嘅馬呢，就係嗰隻先見嚟㗎，最後100零米劍琴高奏拋離對手，贏出呢場富衛保險女王杯啊，跑第2名，外邊基拉啊，響外邊望空咗喎，第5位係飛輪步啊，內欄第6呢仲有99維尊，中間啊巴閉仔啦，內欄藍衫紅帽共享富裕啊，中間紫色衫響個馬林入邊呢，紫色帽嗰匹啊，龍城精象啊，外邊白衫紅袖大浪淘田啦，後邊4隻金盛名區啦，晴皇啦，尾子呢就桃花雲響內欄，咁啊褪咗喺後邊呢，勁步速嚟㗎。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開心5月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見到都靈星球越逼越近㗎啦，移咗出嚟中檔追，有鐵金剛後多層呢等緊位99維尊啊，反而共享富裕響中檔已經揾到位追緊上嚟啦，最出嗰邊有大浪淘田大外檔金盛名區啊，最後100零米共享富裕已經
經係透出咗㗎啦，埋邊位置係鐵金剛，外邊啊大浪淘田，中間呢就久久為尊，接近終點共享富裕贏啊，跑第2名㗎嘛，相當近啊，外邊大浪淘田2個身位到啦，哈羅威跟住個第3啦，第4係輕功猛男啊，內欄第5灰馬大眾福星，中間橙色眼罩暴風之子啊，響出邊呢就川河碎區啦，馬林中間綠色就滿歡笑啊，咁啊內欄嗰邊仲有銀亮奔騰啦，等入邊㗎嘛，仲有安泰掟出去外邊追係滿歡笑嚟㗎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美麗邂逅第日仲有1個馬嘅優勢啊，咁見到內欄傳上嚟喎，大眾福星啊，中間有粉紅眼罩嘅哈羅威，外邊啊川河碎區，最出嗰邊仲有隻滿歡笑啊，最後100零米內欄打咗上嚟係大眾福星啊，中間美麗邂逅，外邊啊哈羅威，最後50米到圓欄傳上嚟，大眾福星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，噏上噏落啊，埋邊美麗邂逅，出邊嚟香港嘅勝利之門，亦都獲得個特別獎金150萬。尾場賽事莫雷拉啊都贏埋啦，呢隻都係10號啊大眾福星咁啊。